1661年9月15拜死，贵人物。早起乌阴，微风对东风吹来，阮看见着因伫赤坎头前的旁船分做三个船队，也看到一只船对龙眼门水道出海，往北航往海上去，也看到5只壳仔船。这壳在这个壳里啊，有个无够饱啊！哥啊吼，哥还是壳吼，哥还是壳，但是壳是爱变条变壳吼，做读壳。哥仔船啊，也看到5只哥仔船，或者是壳仔船吼。对内海，台江内海北边航往赤坎，也看到2只对海上来的小篷船，经由龙眼门去赤坎头前停船。今仔日上午，阮非常阮真无用咧，甲大炮搬到迄只大篷船 Davos 号顶头，也无用咧准备伫港湾里的迄寡小皮底船。到入夜以前，所有的船拢已经穿好啊，会当作战啊！吼，快艇科克肯号甲船顶的部分的大炮落来，跳落来了后，今仔日嘛来入港咯。然后迄寡大炮伊佫装起哩吼，并且拢已经准备好啊。上午9点的时阵。搁再一处调集福尔摩沙议员开会，会中关于阮上述的计划，将会伫明仔载起开始海水开始淹的时阵呢，奉上帝名来执行，并且补充决定。快艇科克肯号要去停伫迄条北瓜。迄条北瓜甲迄个税务所中间，去射击迄2条圆瓜。阿肯林号呢，要越过迄个边仔的角湾吼，去停伫个流仔往东南的所在，去射击北岸的沿岸，也射击停伫即个市镇甲普罗宾西亚中间的迄寡篷船。然后，迄3只小皮底船加动大篷船 Davos 号甲领港船。The Jagger 号以及所有小船，有诶装备1门小炮，有诶2门小炮，加上迄寡小艇吼，要去到上述迄寡篷船边仔攻击因。伫上述迄寡大船甲小皮底船顶，以及迄寡小船顶，拢爱充足来坐满士兵甲水手吼，以及为着要执行即个执行即个计划所需要的所有的装备。伫即个敌战当中呢，敌方的任何人拢无分别人，拢必须全部杀死，不得留下活命，并且决定凡夺取烧毁坏或者是毁坏大篷船的，每只将手100里尔。中型篷船的一只将手50里尔，高仔船一只将手25里尔。个决定的理由，就是因为这将是一场激烈的战争。这种战争战后是无经常会当取得的战利品。若是万能的上帝要赐予阮胜利。阮上述迄寡船只，拢将会去停伫即个市镇后面，用因的大炮为了甲敌人困伫内面，阻止敌方任何的船只前来。到时因大概真紧就会误死，至少也变甲衰了无力。即道出征的指挥官选定 Zurich 4号的船长 Ruth Jackson。Bice
Luther Jacobson Lewis 哈。第二注脚，讲这个 Luther Jacobson Lewis 咧担任要极尽可能去破坏国西亚的旁船的一支舰队的指挥官。伊有担任这个职位的经验，因为伊伫荷兰就担任过海上的指挥官。伊伫9月16号这场拍败的海战当中来受伤。9月16号，所以明仔载就海战吼，咱继续看吼。即嘛是海战进前的准备啦吼。讲这个选定这个 Zurich 4号的船长 Luther Jacobson Lewis 担任所有大船、小船吼全体的第一指挥官，其次由船长 Isbrand Bumister 担任第二指挥官。第二指挥官嘛有注脚，我写搁较长吼。拄则这个指挥官写一纸尔吼，副指挥写两纸，等下读吼。然后由各位船长担任伊家己船的指挥官，但是全部拢伫上述船长布里斯的指挥之下。重点，愿万能的上帝为了公司甲阮的好处，以被上帝。以被上帝的慈悲祝福阮这个计划，保护阮，互阮转败为胜。开会了后，阮规工拢无用伫为着这一项要进行的出征做必要的准备。到暗时，一切拢准备好势。要暗晚，阮搁再派船去放哨警戒好船的袭击。夜间就是半暝啦吼。敌人对事务所后面用大炮发射几发炮弹，迄寡炮弹连续拍着停伫奥克宾河边的两只小船，滴到其中一只像讲要沉落去，并且船里有2个人被拍死，2个人受伤。这两只小船随该修复，以便会当作出征。后来看这个。第二指挥官下底注脚写讲，这个叫做 Isbrand James Bumister 来自 Bremen， 境内德国。1657年，以比格船 Hilversum 号的高级大工前往亚洲，伊因为有适应能力，1660年5月升任船长，定工作契约3档吼，就签订这个工作契约3档。1661年9月15号被任命，就是今仔日啦吼，被任命做对国西亚的旁船作战的舰队第2指挥官。指挥该舰队的小船，伊伫即场对荷兰人来讲，当然咱知影啦，一定是结果一定是安尼吼，直接已经甲你迄个吼，旧情甲你套牢伫遮吼。伊讲伊伫即场对荷兰人来讲败甲真凄惨的海战当中来受伤。伊伫1662年2月，伊人亚城导航了后离开佛摩萨，迄时伊是萨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人员转去巴达维亚的船队的迄寡船长之一。好，咱来看这场海战，9月16号拜三，有较长啊，但是无特别长啊吼。9月16号拜三上午8点钟，又搁有一个新仔人对南投园逃亡来阮遮。上午10点，舰队开始发动，迄时美方对西方轻流持续车来。为着前战所需要的所有准备也拢已经准备好，所有的小船也拢停伫海边台面，
要出现军官、士兵、水手甲其他人，拢被调来这个下站城堡的北门头前的花边啦吼，听候要上船。长官阁下和所有的机关阁下以及尊敬的牧师、krief也拢来遮。伫遐，迄位牧师出来徛伫所有即寡自职的人面头前祈祷，祈求上帝天顶的君王和阮出战的战术基地。这是长老教的祈祷词啊，吼讲。愿上帝和我伫地吼，就是华语教会讲愿上帝与我同在吼。甲阮出战的战术伫地，帮助因、祝福因，互因打败敌人，赢获胜利，并且保护因，互因得免遭受敌人刀剑的伤害，就像当年保护阿伯拉罕安尼，就互阮伫个阮迄寡人。战胜凯旋以后，会当来欢欣俄罗伊的荣耀。愿万能的上帝，就像父亲怜悯伊的囡仔安尼来怜悯阮。这个祈祷伫个敬畏上帝的状况之下结束了后，士兵就精神饱满，勇气十足，各往因的小船行去吼，去落船吼。因离开河边去坐因的大船了后，迄寡大船就甲因的鼎扭起来，棚升起来，棚建起来了吼。奉上帝的名，大总算行入去海湾里内底去。行伫咧上头前的迄只小扁底船 ，Cotton Half 号，一来到敌人踩伫事务所的后面迄边，就是东边迄个大炮所弹到的所在呢，随被数发炮弹拍着。哇！这一来就叫拍着吼。对即寡炮击无性击，留落来等一个做一个算数。继续前进一小段路程，越过上出迄寡大炮，来到即个市境边啊，侧面而且侧面啊，水深12尺的所在，才甲鼎放落。对遐每个射击敌人的炮台甲即个市场，然后Cochrane号也去伊奉命要去的所在停船，只着啊离海岸就是小可距离啦吼。略为远离嘛吼，因为被海流这个北线尾的角完，所以无法度去迄个挖过迄个海岸吼。然后安克文号、Turbot 号、Vernon 号以及大篷船 The Walrus 号、领工船 The Jaguar 号，甲迄只小船。Glenvardier 吼，和军队前进，但是即寡船拢被逼去停伫 Cotton Half 河边啊，因为迄个位啊，完全出乎阮的意料，水深只甲52尺，而且调即个海流对南边吼真强哦，真猛来吹杀来吼，也互阮。感觉真懵影，当所有船只拢停好势吼，会当发动攻击啦吼，开始用这个市场炮击的时阵呢，领军的船长布里斯就带领迄支由13只小船和安格vin号的2只小艇所组成的小船队。敌人的12只篷船行去，同时迄寡船只和即个城堡以及迄个有力的基碉堡吼，拢用即个市场持续不断来炮击。
对即寡船只射击即个市镇的炮弹，有真侪去落入去即个城堡，或者是包过即个城堡。对此，因为岸边无小船，就命令一个受水真紧的人去甲即寡船只人讲，爱甲因的大炮，搁较远的去炮击敌人的炮台，毋是爱阮来炮击即个城堡啦，说明拍过头拍到因城堡去并且甲因讲，因嘛爱建立遵照命令设法我阁袂记即个词语。因也爱建立遵照命令，设法向往东南去援助迄寡小船。即个去团练的人，因为即个车书被征送12个军啦但是呢，伊拄则传达了命令了后，当时一个军约略是2.5号吨，12个军合计是从30号吨。差不多是当阵士兵3-4个月的薪水啦我是读到对了，错无？当然是第一个注脚，所以第一注脚遮。但是呢，伊拄则传达完命令了后，敌人一粒炮弹就甲伊的两支卡拢拍断去啊。虽然伊去到迄寡船只遐，却完全无发生效应，因为上述的理由，迄寡船只伊依然是停伫原来停的所在。伫迄个期间，有迄寡小船去到迄寡篷船附近迄寡篷船。进前就已经起定，并且已经先绑起来。所以迄寡小船去迄寡篷船遐呢，勇敢开炮发射，敌人有时会陷击，就安尼互相射击了约了1点钟。迄时阮看到阮方的人撤离敌人，登去迄寡大船遐，送死了3只小船，其中2只被敌人夺去这2只插上新仔人的旗帜，向往赤坎去；另外1只被弄沉落去水底南方有一寡人对迄寡被攻击夺取的小船顶跳入去水里，想要受水逃命，逃脱敌人的攻击。阮看见数摆有人被敌人坐舢板对着，毋肯投降，被了就被敌人用大刀扑死。死状凄惨，不忍观看。其他的人被敌人扭起来，带入去因的船。这寡人将会做如何悲惨的状况？阮之间会当怀着悲伤的心情听候因的消息。愿万能的上帝和阮大家伫地，用伊的圣神，互因伫悲伤困境中得到安慰力量。这也无偌久，秘书诺贝尔防长官阁下之名写一张简短的批互几啊摆所提起的迄个布伊斯，就是指挥官啊。批里面讲，风开始吹起来时阵，如果情况适当可行，就要出领全部的舰队退转来处队。但是，若是因为发生意外状况，地高有任何一只大船必须留在遐，无法度离开，安尼全部的船队就拢爱留在遐，用来互相支援，爱好好警戒河船的袭击，也爱好好防备所有想会到的敌人可能发动的攻击。所有阵亡的人爱用重的物件绑起来，秘密等入去水里。受伤的人爱好好甲伊包扎等等。伫上述这个悲剧当中，丧失了快艇哈索号的船长
Cornelis Bennis， 中尉 Herman Reverell van Bremen， 将旗官 N. David 以及128个士兵和广东人扛背毋知几个水手。名军的船长 Bruce 被敌人投往伊的船的一粒石头拍伤伊的头壳。船长 Eastbrand Brewmister 的正边的肩胛被一粒小炮的炮弹拍着。多份号的高级大公 Peter Helvin 被一支箭射着伊的腹肚，有一寡士兵的和水手被箭、石头甲炮弹拍伤。下晡约3点，上水迄个船长 Eastbrand 来起山，伊讲因战败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迄寡小船，如顶面已经讲过咧，袂当去接近敌人迄寡篷船。另外一方面，因为敌人用伊射来太侪即个强烈的箭吼，因为伫因的篷船顶太侪人了吼，又搁当因要甲小船过去交掉并且攻入去迄寡篷船的时阵，每一摆拢被敌人去弹真重的石头甲大炮发射的炮弹所击退吼。因有真侪人因此被拍着伤，此外敌人还阁甲我方所弹下去的手榴弹甲火管用枪接咧吼，就安尼阁再秀入去阮迄寡小船吼，因甚至拥有火器，而且迄寡篷船拢一直互相做伙吼，若像是规闭起来安尼吼，就是拢做伙嘛吼。我方的人捌攻击一只篷船，攻击到迄只篷船顶的人大喊要命，就甲迄只船抢来，却被另外一只篷船真紧的赶来救援。等到我方的人只好离开迄只篷船，但是已经先将迄只船顶大部分人拢杀死了，也是必须离开迄只船。迄时的平静无风，伫即场战役中也对我方造成真大的妨害，因为船顶的人真无用力继续过船，直到缺乏体力去战斗。此外，也有真侪士兵无确实来执行任务等等。哇，这实在是真运气真歹哈！再读一半呢吼。伫迄个期间，阮即寡大船吼，阮迄寡大船继续每日射击敌人的炮台，拍台真侪，搭伫即个市镇迄寡回归年的布棚啊、旗帜啦吼。伫即个炮击中，迄只快艇的Cooker 号遭有第一次的不幸意外，就是有一名菜碟顶架帮甲迄个重炮，毋知啥物原因吼，煞爆炸吼。造成9个人死亡，3个人受伤。直到船顶大部分士兵拢真累致吼，到士气已经开始拢足低落。安尼，这只船忽然间成做敌人炮台所射击的目标，被拍甲强要沉落去吼。停伫遐的其他的船只虽然无被标定做射击的目标，也拢被炮弹拍着。这场彼此来往的炮击看起来无法度结束，继续互相咧炮击不已吼。总算要暗吼，天要暗。侦探着彩光的夜幕开始打落来。微风对西北方吹来，迄时阮看见迄寡大船游去订吼，要遵照命令前来即个城堡，但是拄则用旁微风就搁定去，迄只上xuất比已经被敌人继续射击到差不多咁要顶起迄只快艇，Cooker 号被海流杀去跨线伫湾郡敌人炮台的所在，虽然用尽各种可能的方法，无法度闪开遐。伫遐，差不多无一个人会当会过敌人的炮台，用即个
即只船美丽的射击，因瞄准目标，瞄准甲连一发炮弹嘛无想要错失，因此船员大部分人拢逃离因的船。虽然如此，即只快艇的船长名叫 John Floydrop， 也是有勇气要甲即只船已经伫敌人美丽炮火之下，船要甲解救出来。就算敌人用铁砂对因的小艇发射真侪摆，伊也是起山来找人，因为根据伊讲，已经有35个人死去啊，约有40人受伤。所以要去用拖钉甲迄只船拖出水上。伊就呢去找人要来用拖钉甲迄个船拖出来吼。阮伫厝地当日无用安排伊的需求的时阵，看到迄只船被敌人先用大炮发射数发炮弹，并且大一批火箭了后无偌久，就倒起来。就去向形大火随即爆炸起来，发出轰然巨响。迄个火势流啊小减弱落来，以后无偌久，敌人就来一只船的两边各停靠一只河船，然后火焰又搁开始冲起来。敌人会当伫咧共日的炮台遮尔紧来操作因的大炮，互人惊真戆领吼。模仿有真侪人感觉真见笑吼。迄个航海的人是安尼表示吼，特别是对科克肯号的炮击吼，看起来是安尼，更加是如此吼。也有人安尼讲，因对因的炮台炸着因的机器撤走，但是以后无偌久又搁转去因的炮台遐。即只船科克肯号爆炸时，有几个人被崩倒落水吼，受水来起山。即个人拢被烧伤甲真厉害。探访团队 Daniel Hendrickson 就是即个人当中的一个，伊手里抱着伊的即个查甫囡仔，可能是因后生啦吼，被崩倒起来，以后就拢看袂到伊迄个囡仔了吼。阮看到5个阮的荷兰人，大概是无爱游泳吼，坐伫迄只船的残骸边仔吼，脱木体吼，坐伫残骸边仔一道茶顶头，真哀伤来呼救。喊救命！但是呢，阮真艰苦，阮无法度去救因，因为敌人伫迄附近有真侪山板，载满武装的人对边吼，每日咧射击铁砂，要逼因对遐吼落来。看到即个情形，阮也是派出一只小艇，甲一只小船要去遐解救迄个可怜的人。全省每救回一个人。一个外人伤10文，并且伊若是无尽心尽力去救援，就要严处死刑来威胁安怎讲？威胁迄个威胁人吼，就是威胁迄个去救援的人吼。但是一切拢徒劳无功，因为当我方迄个人。群蛙遐的时阵呢，敌人就对炮台因美丽炮击，甲因夺退吼。到夜间，敌人有一只舢板去上水迄只船的残骸遐，甲上水迄5个人当中的3个人等入去水里，甲其余迄2个人等入去迄只船的火焰里烧死。迄只Cook 号和大部分的人员，特别是对遐尼密集的一个射击中所活落来迄群人的悲惨结局就是安尼。现在，互阮继续来看讲其他船只甲人员的状况如何。迄只快艇 Anchorvin 号也真紧，就无可奈何吼，就无答案吼，去跨线伫咧北线号的东角湾，有一段时间。看伫遐，敌人对因的炮台
三不五时就伊来射击一粒炮弹，就安尼持续骚动规暗。迄寡小平底船，Renan 和 Turbot 和大胖船 ，Devil Vaz 和含阮的领港船 ，The Jaguar 和先后拢来到即个城堡下面来停船。即寡船加少拢被炮弹拍着去。迄只小平底船 Cotton 和伫咧市场后面也跨线，就安尼来鼓膜风旁看到迄遐2点外钟，总算脱离前滩浮航起来，但是因为船顶的人拢逃走，除了当为Sant以及大个士兵以外，有一寡人是上水来上岸迄个真粗，即个粗心草率粗心安尼讲，怎么记粗心的即个。讲粗心怪怪应该毋是安尼讲哇，查一个。我这说的话是安怎？初心忽略叫做初佛，初心大意，轻薄做代志真朴清。初心大意叫做朴清朴清。汉语啥啊？朴是泡泡的泡朴清是庆饭，这个庆就是蒸饭伊是蒸。朴清叫做代志真朴清这个是我今日有点的朴清我来看，这台语朴清。比较让无大无之外，但你同时真个无理。重新，我让你梳理完梳理法有初心耶稣，这台语对应中文初心。1973 Android 是做 Cool、Careless、Undependable、Cool、怪怪 Cool。初心也是这两个。马尔诺是初心大意，当下对啦，做代志当下啦。但是当下含化那个初心的意思较无像当下是你做代志不牢靠安尼显象环生我无法讲，就是讲做代志安尼糊糊烂烂安尼看起来真恐怖叫当下当下1979马尔诺是当下无注意初心疏忽初心大意，毋是超过伊的，无意中的，失觉察
看遮就是无看到蒲青的哈。这个车头里内底找无这个，我是用中文对应的吼，用粗心去找无看吼。哦，蒲青哦，伫啊，蒲青啊。对头壳对都袂记。哦，有一寡人是游泳来起山啦吼，迄个蒲青的船艇也走去吼，讲迄只大船啦吼，看山只大船吼，船艇也倒走吼，这船艇实在吼，毋是爱航船，这个强船王啊，结果船艇走去。伊坐迄小船来搜救一个四摇鼎和锁啊，甲即款物件交互伊了后，虽然伊着就船出发，但是看起来伊是因为惊敌人吼，已经夺取迄只小扁底船吼，所以伊就用过的吼，去即个安克运河遐，因此迄只小扁底船着载。然后落来，迄个中尉甲6个士兵伫遐当漂浮，而迄几个人真勇敢来杀开敌人，要来交掉迄个小扁底船的7只河船，因为船顶无会晓操盘开船的人，佮无会晓掌舵的人，吼无代工，因此佮再跨线咯。敌人就认为讲，上水即只小扁底船无人，有6个人就坐即只舢板要来上船。即个中尉甲伊个士兵就用大炮甲步枪来因表面来射击，然后去夺取因迄只舢板，就坐只舢板转来取地来起山，因为因判断因的能力无法度无够来保掉即只船。即个中尉也伫上水早起被敌船弄变去迄只小船顶，迄时伊喙里甲伊的大刀吼，家己的喙里吼，游泳导出敌人强大的武力。好，9月16到遮结束吼，就是即场海战失败吼，败甲真彻底吼。好，唉。9月17号，拜六，迄只快艇安克运河跨线被敌人炮轰规暝了后，今日早起真早，松脱浮起吼，应该是海水引起来结果啦吼。随即来到即个城堡下面停船，现在天气真平静，阮看见敌人坐真侪船只。有大船也有小船，伫迄只小扁底船 Cottonhoof 河四处咧徘徊。迄寡船只也有驶过去划过迄只小扁底船的，用对该船离开的，阮着迄只船只发射数发炮弹，有真侪对迄只快艇吼 Cockcan 和爆炸出来茶来飘来阮即个岸边。也飘来真侪死尸，有诶死尸飘真侪尸体啦吼，有诶尸体无手骨，或者是无骹，有诶鼻仔被挂掉，也有2个人诶手骨绑做伙，吼，骹绑做伙，或者是头毛绑做伙诶，即寡尸体全部拢扶起来收台，即寡蛇恶暴虐吼，暴虐着嘿，受暴虐着敌人，就是安尼，甲我方被换了人换我残忍虐待而死。愿上帝也如此报应因。这以后无偌久，又有一个人对遮Cockcan号的残骸游泳倒来，伊救了吼，美国的敌人却被烧伤甲真厉害。今仔日
军规工伫咧修理迄只被严重射击的船只，而敌人则对迄只 Cotton Half 号载走因所抢的物件。根据国军官所提出因每一人的部下情形的报告，阮丧失了80个水手甲48个士兵，受伤的有毋知偌济人，远东的空白，这真正是互人疼惜吼，互人真心疼吼。愿慈悲的上帝，互阮这是阮如此伤亡的最后一摆。敌人昨昏被阮对这个城堡用大炮拍到差不多粉碎的炮台，昨暗又搁拢固着起来，而且做甲比原来搁较坚固。暗时啊，佛罗摩萨议会召开会议，会议中的决议包括着要伫个再来一摆，召集大家来敬车祈祷，要照着大家恭敬要照着大家恭敬战争的教堂，谦虚恳切祈求至高者的恩宠甲帮赞，然后阮伫咧即个艰难的困境中得到伊自强的治地，并且互伊对阮的公义的愤怒公义的即个大生气转变做即个丰富的人民，转变做真满满的人民因为甚至规暗，阮看见即个市场有真侪火焰，可能是敌人因为因的胜利，伫用因的偶像来献祭物。9月18号，礼拜日早起天气良好，平静无风，还佫有一寡不幸者的尸体，互人看了真伤心。飘来即个河边，阮派人甲收台，其中一区尸体顶头钉满铁钉另外一区被挂去大部人的即个新石器还佫有其他极尽残忍的虐待，昨昏被敌人用箭射着北岛的大船第岛份号高级大工 Peter Halliwell， 今日暗时也过身咯。迄时伊为着要去摧毁敌人的篷船来离开伊的船今仔日暗晓日敬拜上帝，也向大家宣布，即将要举行的祈祷日，要暗下开始乌阴天，暗时也落雨。各位人记足对9月19号拜日，早起好天，平静无风，阮看见敌人又搁真频繁来往迄只 Cotton Half 号来回航行，也看见因早暗伫咧即个市场离迄个市场南边遐，因的炮台头前来开始画一撮雨胶，就像因伫咧其他工事面头前所画的雨胶安尼。也看到因伫咧油条迄边也无日落冬。今仔日上午，3个阮的骑兵徛往海边仔，对赶咧逃走伫咧第2渔场咧放哨的敌人就是对赶伫咧放哨的敌人但是因逃走了对到距离即个油条有一个手枪射程的所在时阵，有几啊10个人出来对付因，因就紧逃转来。报告讲，因看到伫咧瓦棍油条的所在有一撮雨胶，无看见大炮，但是咱看得出来，伫迄座山，就是迄座山轮四色的遐无山应该是山轮四色的即个位置顶老庆眼。有定好的敬车日、祈祷日，今仔日伫咧极其谦恭敬畏上帝气氛之下举行。上帝最后总是会自强来扶持阮的。今仔日敌人对赤坎载真侪路工来即个市场，大概是要来即个市场购毒，或者是要拆除什么物件。因为微风对台风真柔和，
继续咧操。9月20号早起，阮9月20拜二早起，阮迄只领工船航路海边啊，迄个停船处，就是有真侪人伫咧油条咧劳动。今仔日阁有真侪新仔人被带来即个市镇呢，要安排阮迄只领工船装载武器、火药甲材料，去买物件转来港内下晡下面遮吼。随着命令，规只小船随去甲载转来即寡物件全部落来。暗时啊，风真强，对北方吹来。9月23，早起西方的天空非常乌阴啦吼。迄只大篷船 The Luftwaffe 号正着大少出航。要去海边啊，迄个停船处交互几只船只。迄个船只是要来城堡面头前接替需要被接替的船只的。哎，是毋是读较对？好。上午8点，尊贵佛罗萨议会召开会议，决定会当对阮的管理了看到。今仔日有2只小炮船对海上来，经由红里门水道去赤坎的头前停船。阮看见第二也搁伫咧油条甲附近无咧行来行去。下晡有两具荷兰人的尸体飘来阮的岸边，因为手被反绑伫后壁吼，厝外看袂到其他的伤痕，阮就派人甲因收台。暗时啊，微风清爽，对北方继续吹来。暗时啊，9点钟有一只敌人的舢板前来迄只快艇 Cochrane 号的站海边，阮用大炮往伊发射了数发炮弹，甲伊赶走。即规暗，阮拢听到敌人伫咧市镇里用真出来劳动的声。9月21号，搁剩3分钟，歹势就读个爱困啊吼。9月22号看觅，哦，3纸要读到了吼。早起好天，微风对北方吹来，阮看见敌人伫咧事务所边的海岸。捉起一撮围篱，吼是用一寡零线的竹啊所围起来，篱笆。也看到讲有真侪舢板载着新仔人离开，前往赤坎。暗时啊，天空开始非常乌阴起来，微风对北方吹来。夜间，阮听到敌人搁去只Cochrane号的残骸附近，也听到因伫咧即个市镇里咧无动的声音。这是9月23。9月23这段我都袂读啊，吼，今日读到这吼，今日我都爱困吼。海前都无爱困，无海前都爱困。好，公道了吼，感谢各位。好，多谢阿关，多谢大家。